佢毫無治國本事，但係竟然可以權傾朝野。佢公然淫亂，但係竟然冇受到制裁。歷史點解會出現咁荒謬嘅一頁呢？理由好簡單，因為佢嘅老公係中國歷史上出名嘅昏君，任佢擺布，令到佢可以反手為雲，覆手為雨。佢就係將西晉王朝推向滅亡之路嘅皇后賈南風。賈后名南風，係西晉惠帝司馬衷嘅皇后。賈南風樣貌醜陋，但係由於父親賈充幫司馬氏建國有功，所以喺佢17歲嗰年就被封為太子妃，開始接近權力嘅核心。公元280年，西晉消滅咗割據江南嘅東吳，重新統一中國，天下表面上恢復太平，但係冇人估到，導致日後天下大亂嘅源頭就係住喺深宮入邊嘅太子妃賈南風。今集嘅主角係西晉晉惠帝嘅皇后賈南風。講起呢位賈后，嚴格嚟講，將佢擺入10個權傾天下嘅女人，似乎唔係好適合。但係我哋都要揀賈南風作為我哋呢個系列其中一位至近嘅女人。個道理就係因為佢夠衰。佢同孝莊皇后，甚至慈禧太后、馮太后、蕭太后呢啲至近嘅女人相比，喺個治國或者佢才能智慧方面，真係相距係一大段。但係佢嗰種暴虐、荒淫同埋無知愚昧，亦都可以俾我哋即係作為後世嘅一個教訓。當然喺歷史上邊有好多英明嘅君主，又有好多了不起嘅女人，係嘛？但係亦都有一啲係禍國殃民嘅皇帝，亦都有一啲禍國殃民嘅皇后。賈后喺晉惠帝管治期間，晉惠帝總共統治咗西晉16年。賈后掌握政權，控制呢位晉惠帝都有11年嘅時間。呢個西晉王朝喺呢10幾年期間真係一塌糊塗，將西晉王朝推向滅亡之路。晉惠帝同賈南風呢一對絕配真係居功不少。歷史有時真係好荒謬，亦都充滿諷刺。三國盡歸司馬氏，三國無論孫吳、蜀劉或者曹魏，都係人才仔仔，冠蓋雲集。幾個領導人都係非常之優秀嘅。喺歷史上，你講曹操、講孫權、劉備，甚至佢嗰啲馬仔下屬，隨便噏啊，都一大堆叻人。但係點解要三國盡歸司馬氏呢？呢個司馬氏嘅西晉王朝真係不過爾爾，4個皇帝：武帝、惠帝、懷帝、文帝，總共52年。大部分可以咁樣講，4個都係庸碌之輩。最叻嗰個叫司馬炎，晉武帝做咗20幾年皇帝。但係雖然佢不只係一個昏君，都係一個荒淫無道嘅皇帝，亦都俾佢個皇后楊艷搞風搞雨。老實講，冇楊艷，冇楊皇后就冇賈南風，冇賈南風就冇西晉嘅提早滅亡。司馬炎呢位晉武帝傳位俾個好昏庸無知無能嘅太子司馬衷，即係晉惠帝。跟住懷敏二帝就真係非常之坎坷，
到最後要俾匈奴所滅。你話呢個西晉王朝去驗收所謂三國呢種風雲際會嘅嗰個成果，但係竟然落得咁樣嘅下場。西晉係一個短造嘅王朝，呢個短造嘅王朝之所以短造，就要同我哋今日要講嘅呢位主角賈南風有間接嘅關係。講起賈南風可以做皇后，就係因為晉武帝嘅皇后楊艷居間去促成。點解楊艷要促成呢個賈南風去做太子妃，後來又變成皇后？因為楊艷接受咗呢個賈南風嘅母親郭槐嘅賄賂，賈家呢個郭家同埋呢個楊家係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咁啊，晉武帝呢，就即係俾佢哋所欺嘅意思，即係話俾佢哋所騙，係咪？嗱，歷史有咁嘅記載噶喎。我哋睇下呢個魏徵嘅《晉書·后妃傳》裏邊講到呢個賈皇后嗰部分，賈皇后點樣先可以入宮做呢個太子妃呢？嗱，呢一段大家睇下熒光幕。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貫女，元后立賈國親黨之說，欲分賈氏。帝曰：衛宮女有5可，賈宮女有5不可。衛家總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總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故請，荀魏、荀彧並稱聰女之言，乃定婚。我哋睇下呢段文字，睇下魏徵呢一段記載，真係非常之可笑。佢話最初呢，晉武帝就想為佢嘅太子呢位司馬衷就娶衛貫之女，咁但係皇后呢，就同呢個賈充同埋賈充個老婆郭槐呢，就係一黨嚟嘅，於是就聽佢哋嗰個講法，同埋咧接受咗呢個賈充個老婆郭槐嘅賄賂，就將佢個女呢賈南風嫁俾太子，咁於是咧就要娶呢個賈氏，係嘛，欲分賈氏。咁但係個皇帝就話：喂，衛家女就有5可，賈家女就有5不可。邊5可邊5不可咧？大家睇下，好好笑嘅。佢話衛家總賢而多子，美而長白。總賢即係衛氏呢個種族咧，佢啲女咧係賢惠嘅，呢個1可。第二就係多子，好生養嘅2可。第3可就係美麗美。第4可咧長白，即係高大同埋皮膚白，即係話賢惠多子貌美皮膚白又高大，呢個為之5可。5不可係咩啊？賈家總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就對翻嗰5可。賈家嘅總氏啊，就充滿嫉妒嘅，而且咧就冇乜生養，少子，仲有又生得醜樣，醜短即係矮，又矮細又醜，皮膚又黑。喂，咁樣比較之下，就應該娶衛家女啦，係咪？但係呢位楊皇后好堅持佢嘅意見，不但止咁，佢仲揾呢個荀魏，呢個係太子太傅，同埋另外一位叫荀彧，都一齊即係話呢個賈充嘅女非常之賢惠，咁啊說服呢位晉武帝，於是乃定婚。嗱，講下呢一段賈南風可以嫁俾晉武帝嘅太子，成為太子妃呢一個過程，你就睇到晉武帝嗰個皇后楊艷都唔係好人。當然佢
佢對於西晉王朝嗰個殺傷力就唔夠呢位賈南風咁大。但係畢竟如果冇咗楊炎去要呢個太子娶賈南風，就唔會出現晉惠帝同賈后呢一對絕配，點樣去維和國家？晉武帝話呢啲賈氏女啊，總道個總氏呢係充滿嫉妒嘅。果然晉武帝真係一啲都冇錯啊！呢位太子妃賈南風妒忌心非常之重嘅啊！咁啊，根據魏徵嘅晉書嘅記載呢，就話呢位賈南風太子妃呢，就妒忌多權詐，太子就畏而惑之，賓遇罕有進行者。嗱，呢個點解呢？即係話呢，呢一位太子妃不但只係妒忌心重，而且係有權詐，喂，識得搞權術，個人又非常之奸詐。咁啊，太子即係司馬衷咧，就對佢係非常之畏懼啊！咁啊，賓遇罕有進行者，即係其他嗰啲太子嘅妃嬪咧，其他嗰啲後宮啊，即係太子嗰啲妾侍或者其他啲女人咧，就罕有進行者。即係呢一個係正式即係啊老虎乸啊，嚇到呢個司馬衷咧都唔敢搞第二啲女人咁解。咁啊可見咧佢嘅嫉妒心係非常之重。而呢一位太子司馬衷，即係後來嘅晉惠帝咧，對佢又非常之畏懼。嗱，太子妃賈南風除咗妒忌心重、有權詐之外，係非常之殘酷，非常之好虐嘅。嗱，亦都係魏徵嘅晉書嘅後妃傳，講呢個賈南風點樣好虐法。佢話：非性好虐，常手殺數人，或以擊責印妾，只隨印墮地。帝聞之大怒，以收金庸城，將廢之。嗱，呢段記載就話太子妃賈南風非常之殘酷暴虐。佢有一次即係話對呢個太子嘅妾侍懷孕嘅妾侍做啲咩呢？竟然係唔係剖腹產子啊，係剖腹殺子啊！呢個擊責印妾，即係懷咗孕嘅妾侍，大肚嘅妾侍。呢個妾侍就係太子嘅妾侍啊，大咗肚嘅妾侍。賈南風竟然即係去剖佢嘅腹，令到嗰個即係呢個懷孕嘅妾侍馱住嗰個仔啊，都竟然墮地。我唔知呢一段記載係咪好誇張，係嘛？即係如果你睇文字咧，佢就好好武功添，襲擊係嘛，砸落個懷孕嘅妾侍度，咁嗰個懷孕妾侍就肚破，然後個仔就跌咗落嚟咁樣。咁其實可能就係話佢殺呢個懷孕嘅妾侍係好兇狠殘忍。於是帝聞之而大怒，呢個帝係講晉武帝，就要廢呢個太子妃，以收金庸城，將廢之嘅意思。金庸城咧就係當時專愛嚟裝嗰啲廢人嘅，即係被廢嘅太子啊、被廢嘅妃嬪啊，擺喺嗰度嘅。咁但係後來就啲大臣咧就勸呢個晉武帝啊唔好，因為賈南風嘅父親咧賈充咧就對社稷有功，放過佢啦。況且嫉妒係女人嘅天性，呢個唔係我講嘅，係當時即係呢個晉武帝側邊嗰啲大臣講嘅，所以唔好話我性別歧視啊，話女人即係性嫉妒啊。咁嗰啲大臣勸晉武帝唔好廢賈南風嘅理由就係話，第一，佢父親賈充就有功社稷，然後咧第二就係女人嘅天性都係嫉妒嘅，原諒佢啦。咁於是咧就冇廢到呢個太子妃。講起廢太子妃，原來晉武帝想連太子都廢埋啊，因為個太子太過蠢啊。太子妃又奇醜無比，又個性嫉妒，而
且好弱。佢嘅丈夫呢一位太子司馬衷呢，就係愚蠢。嗱，呢個愚蠢呢係屬於無可救藥嗰種愚蠢，而唔係個人愚老好老實啊嗰種愚蠢。個皇帝有個咁嘅太子，加上啲大臣成日都話俾佢聽，呢個太子真係好蠢啊！咁講得多，個皇帝都冇癮啊。於是有人就勸佢廢太子，就另立個太子。嗱，當時佢自己係冇第二啲仔嘅啦，咁另立太子立咩人呢？有個齊王，佢細佬齊王嗰啲仔。咁如果立咗佢嗰啲，咁變咗佢自己呢一脈咪冇得傳落去咯。所以其實晉武帝自己都喺度諗緊，究竟要唔要真係廢咗個太子？咁於是佢哋只有一個辦法，不如咁啦。你哋成日都話佢蠢，我哋試下佢係咪真係蠢？於是有啲大臣就建議，好啦，我哋出啲題目考下個太子。咁於是有人呢就教呢個太子妃賈南風，佢話咁啦，不如善人代答啊，即係揾人啊幫佢做槍手啦啊！如果唔係咁啊，即係佢一定係唔識噶啦，唔識答咁就即係俾人睇到佢真係不慧，真係蠢。咁啊，皇帝可能真係廢咗佢嘅喎。咁於是咧，太子妃就揾人去代答。咁點知代答嘅人呢？引經據典，讀好多書嚟答嗰啲題目。咁後來有一個大臣張宏就話俾太子妃聽，咁樣係唔掂嘅，因為呢個太子都冇乜讀古書，你答嗰啲題目引咁多古義，咁咪即係露出馬腳啦，擺明唔係佢答噶啦。佢話不如唔好引經據典，好自然咁樣啊，出自本意咁去答呢啲題目。咁於是由張宏就代草，幫佢即係寫一段個答案，寫一段標準答案嚟答呢啲題目。咁啊，等呢個太子司馬衷啊背熟佢，然後去答。咁於是令到個皇帝就好歡喜，於是就真係放佢一馬，就冇廢呢個太子。呢位太子司馬衷的確係愚蠢，係昏庸，係無知。嗱，根據魏徵嘅晉書嘅記載，講呢個司馬衷做咗皇帝啦，成為晉惠帝，有一段說話，即係我哋而家睇翻都覺得非常之感慨。呢段說話就係話，帝又常在華林園聞哈麻聲，為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師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慌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嗱，呢一段記載就睇到呢位晉惠帝何其愚蠢，何其無知，何其昏庸。其中呢一句係千古名句嚟嘅，何不食肉糜，就顯示呢個皇帝真係不知人間疾苦，不知人間何世，係嘛？前面嗰一段哈莫聲都有所謂官，在官地就為官，在私地為私，都夠膽問呢啲問題，究竟佢係官乎私乎？呢個都未夠絕，最多就話佢蠢。天下慌亂，百姓餓死，滿地都係饑民。個皇帝竟然話：點解佢哋唔食嗰啲即係剁碎咗嘅肉咧？咁喂，粥都冇得食啦，食肉係嘛？所以何不食肉糜？呢一句說話，後來就攞嚟形容嗰啲昏庸、無知、不知人間何世嗰啲統治者。我記得董建華在任嘅時候，都試過有人用晉惠帝何不食肉糜
呢一個故事嚟形容董建華嘅無知，都算可憐嘅。如果你作為一個統治者，搞到要俾人將你同晉惠帝呢個何不食肉糜嘅呢種咁嘅思維相提並論嘅，咁呢個統治者都係咁先啦嚇，咁佢都做咗7年喎，你真係即係咪命都唔長咧？你話嗱，晉惠帝何不食肉糜？到咗今時今日，喂，已經係即係講緊係公元即係200幾年前啊，到而家都1000幾年啦，係嘛？呢一個故事到今時今日都成為好多統治者嘅一個警惕。公元290年，即係賈南風35歲嗰年，晉武帝司馬炎駕崩，太子司馬衷登位，是為晉惠帝，由外戚楊駿輔政。身為皇后嘅賈南風處心積慮要干預朝政，密謀要將權臣楊駿剷除。公元291年，賈后聯絡楚王司馬緯帶兵入京，將楊駿同佢嘅黨羽數千人大肆屠殺。之後賈后就控制愚昧無能嘅皇帝晉惠帝，正式把持朝政。冇幾耐，佢又殺害手握兵權嘅汝南王司馬亮同楚王司馬緯。日後由於賈后亂政而引嚟諸侯王嘅討伐，最終演變成諸侯王之間嘅大混戰，前後長達16年，史稱呢一段亂事為八王之亂。嗱，講起呢位賈南風，我哋頭先話佢有暴虐殘酷，係嘛？亦都係懂得權詐，夠晒毒辣㗎啦。但係佢仲有一樣喺歷史上，即係講呢啲所謂女中豪傑或者權傾天下嘅女人啊，好多都有面首，有男寵，係嘛？咁但係咧，都有啲分寸嘅，但係呢位賈后真係公開宣淫，又冇人可以約制佢嘅。嗱，司馬光嘅《資治通鑑》都有一段咁嘅記載，佢話賈后淫虐日甚，施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祿霜在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喂，喺公元嘅290年至到300年呢一段時間，即係距離而家1700幾年前，有個咁嘅女人，嗰啲所作所為，喂，淫虐日甚，要同個太醫令程據私通。仲要程據等喎，即係仲有好多喎，咁都未算。你同呢啲官員私通係嘛？即係俾頂綠帽個晉惠帝去戴，咁而呢條友咧就即係用而家話嚟講咧，就即係愚昧無知、昏庸係嘛，又蠢，咁冇辦法啦，係咪？咁但係都唔夠數啊，原來都唔可以滿足佢嗰個淫虐嘅呢種性格，要以祿霜，祿霜即係嗰啲用嗰啲，即係而家我哋可能講嘅就係嗰啲，即係用嗰啲藤織成一個霜，再度上少年，真係好恐怖。喺街嗰度邊揾嗰啲後生仔，然後咧就揾呢啲霜笠咗佢入去入宮，入宮做咩唔使講啦，係咪？入宮咧就侍候呢一位即係賈后。但係又驚呢啲少年咧泄漏咗佢呢啲咁嘅醜聞，於是咧就往往殺之，話都算絕啦，係嘛？大家睇電影睇電視劇，可能都睇到呢啲咁嘅，可能呢啲橋段可能有啦，係咪？即係呢個皇后揾人喺街度捉啲少年翻嚟跟住入呢個宮中，然後俾佢淫虐之後咧，就將佢殺人滅口，都算恐怖啊！嗱，呢個係《資治通鑑》裏邊嘅一段記載。
但係魏徵嘅晉書講一個假后即係淫虐嘅故事就非常之精彩。喺洛陽河南洛陽嘅城南啊，有一個衛部小吏，即係相當而家啲公安啦，少少嘅公安。就呢位少少嘅公安呢，就梗係靚仔啦，係咪年少啦，係嘛？咁啊，其實係冇乜收入嘅，照計做一個即係衛部小吏，即係又唔係好多錢，但係忽然間呢條友穿金戴銀，於是啲人就覺得好奇怪，點解有咁多錢嘅咧？咁於是咧，佢嗰個單位主管咧，即係衛部咧，就捉咗佢嚟問審問佢，喂，你係咪貪污啊？因為邊度偷咗啲錢翻嚟啊？點解你而家穿金戴銀咁搭水咧？咁佢呢個衛部小吏即係我哋而家講嘅所謂公安啦咁就答佢嘅長官就話咧，前不久佢撞到個老太婆，咁個老太婆咧就話佢家中有病人，咁然後去求神問卜之後咧，就話原來佢屋企陰盛而陽衰，咁啊需要揾一個即係好壯健嘅少年青年有啲陽光之氣，翻去佢屋企小住數天咁咧就可以壓住即係呢啲咁嘅所謂陰氣，咁然後佢家中嘅病人咧就會因為咁咧而可以早瞻勿藥。咁嗱，如果你肯跟我哋翻屋企咧，咁重重有賞，定必有回報。咁呢位衛部小吏就跟呢位老嫗即係老婦就翻佢家中，都行咗好耐啊。然後去到一間大宅嗰度，哇！重重門戶，即係間屋好大嘅，行完一間又一間，亭台樓閣，好似宮殿咁，係一間好靚嘅屋。咁就見到一個35、36歲嘅婦人，呢個婦人又矮又黑，十分醜樣。我眼眉呢度附近仲有疤痕，咁於是就喺嗰度住咗幾日。佢呢位衛部小吏嘅公詞就同呢位35、36歲嘅婦人同枕同埋歡宴，係嘛？咁其他嗰啲咧就下山500字，係嘛？幾日之後咁翻出嚟，周身都係錢。咁呢啲即係衛部嘅官員即係呢位公安人員嗰啲主管，聽完佢講之後，就已經心裏好明白，佢所講嘅就係嗰位淫虐一甚嘅假后，所以大家都唔敢出聲。嗱，呢度有一個奇怪，《資治通鑑》裏邊咧就冇提嘅，但係魏徵嘅晉書就有講啦。喂，好多嗰啲所謂道上年少入宮之後跟住驚佢泄漏呢個即係假后呢啲醜事，就全部都被人滅口。但係呢一位衛部小吏，即係呢個小小嘅公安呢，佢又冇事喎。原來假后好中意佢，假后點解會好中意佢呢？又係下山500字。嗱，由此可見，即係根據呢個司馬光嘅《資治通鑑》，仲有魏徵嘅晉書嘅記載，賈南風原來就係一個咁樣嘅婦人。賈后雖然貴為皇后，但係佢本人只係替晉惠帝生咗4個女兒，始終都冇誕下一個皇太子。而晉惠帝另一位妃嬪謝才人就誕下兒子司馬昀，後嚟更被冊封為太子。賈后是呢位皇位繼承人，為心腹大患。一場由賈后精心策劃陷害太子嘅陰謀，就喺公元299年正式上演。賈后
生咗4個女冇仔啊，但係晉惠帝嘅另外一位妃嬪謝妃就生咗個仔，呢個仔就自然成為太子，就係敏懷太子。賈后就想廢呢個太子，又要想盡千方百計去加害呢個敏懷太子。賈后嘅母親啊，都曾經力勸賈后真係積翻啲陰德，一定要好好咁對待呢位儲君。但係呢位賈皇后處心積慮，想盡千方百計，就要害呢一位敏懷太子。嗱，根據《晉書·敏懷太子傳》裏邊有一段記載，講呢個賈皇后點樣害呢個敏懷太子，都可算即係非常之離奇曲折嘅。點樣害佢呢？灌佢飲酒飲醉咗之後迷迷糊糊，跟住寫咗段嘢，呢段嘢係大逆不道嘅，跟住就要個太子咧就照抄嗰段嘢，咁嗰段嘢咧就後來就呈俾個皇帝，呈俾晉惠帝。咁呢段嘢點樣大逆不道法咧？嗱，呢一段即係稟神，即係向呢個神明即係稟告禱告嘅一段即係禱文。咁就係賈后就揾人寫咗之後起咗草之後咧，就俾呢個敏懷太子迷迷糊糊咁去抄一次咁樣嘅啫。嗱，嗰篇禱文點講咧？文曰：陛下宜治了，不治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治了，不了，吾當守了之。並謝妃共要克其而兩法，勿宜猶豫，自後還。如無飲血於三臣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民為王，長為內主。完成當三生治北君，大赦天下，要疏虞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捨之。其至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後以懲帝。嗱，呢一段《晉書·敏懷太子傳》裏邊記載呢個賈后點樣加害呢位敏懷太子呢？就係話即係用計嚟引佢，跟住灌醉佢，然後呢就即係揾人起草寫咗一段咁大逆不道嘅文字。呢段文字大概嘅意思就係話：喂，皇帝陛下，你最好自我了斷。如果你唔自我了斷，我就入宮嚟同你了斷。中宮即係個皇后，就宜速治了，要快啲自我了斷。如果唔係，我就親手嚟了斷你，係嘛？咁仲有謝妃，即係佢母親呢，同佢要同時擇好個時間克期啊，即係去兩法一齊發難啊！唔好有半點猶豫，就免生後患。咁仲有咧，向呢個皇天祝願啊！你即係如果俾我達成呢個願望，我就準備呢個三生祭品啊，嚟答謝神恩，仲要大赦天下。個太子飲到迷迷糊糊，醉迷不覺，照呢個起草呢一段咁嘅禱文照寫。但係啲字寫到歪零歪斜，其字半不成，即係都唔似樣。跟住咧，個皇后揾人幫佢補咗佢，補到似模似樣咁啊。總之就有呢個太子嘅筆跡，然後將呢一段大逆不道嘅文字就呈上俾晉惠帝睇。晉惠帝睇完之後，哇！呢個太子屈想謀反啊，一定要處死殺咗佢。咁但係好在有啲大臣勸呢位晉惠帝千祈唔好咁樣做，係嘛？又幫呢位太子去講情，咁跟住先至又不了了之。但係呢位賈后仍然係死心不息，係嘛？終於佢就殺咗呢個敏懷太子。但係剃人頭者，
人亦剃其頭。佢殺咗太子冇幾耐之後，呢一位假皇后就遭到呢啲所謂宗室嗰啲其他嘅諸王啊，即係嗰個對佢嗰個即係討伐啊，即係八王之亂，其實就喺呢段時間發生嘅。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短短11年，呢位假皇后終於一樣要俾人殺死。假后廢除太子嘅陰謀，唔單止得唔到任何政治利益，反而令佢自己更快走向滅亡。公元38年，趙王司馬倫挑撥假后斬草除根，將被廢嘅太子謀害。點知呢一個竟然係政治圈套。司馬倫喺太子被假后毒殺之後，就馬上以此為聲討假后嘅藉口，聯同齊王司馬冏率兵入宮，將假后同佢嘅黨羽一網打盡。而假后最終嘅下場就係被賜死，終年45歲。假后掌權長達11年，期間直接引起八王之亂，令國家元氣大傷。到咗公元316年，匈奴更加乘虛而入，將西晉王朝消滅，中國陷入五胡亂華嘅局面之中。假后對中國政局所帶嚟嘅破壞，實在係十分嚴重。閔懷太子俾假后所害，雖然晉惠帝冇殺佢，淨係廢咗佢啫，但係假后都要殺呢位閔懷太子以絕後患。呢個喺公元300年嘅3月，呢個閔懷太子已經係好醒目噶啦，所有假皇后鬥過啲嘢，或者由佢皇宮俾佢啲嘢都唔食噶啦，已經驚佢毒死佢。但係到最後，竟然呢位太子係俾嗰個假后用嗰啲即係我哋磨藥嗰啲硬物係咁剝死，都算毒辣啦。但係唔緊要，3月殺太子，4月呢一位假后就俾呢個司馬氏諸王所誅。喺公元嘅300年4月，呢個晉室司馬氏諸王一直都不滿呢位假后專橫同埋淫虐無道，根本就已經設下一個陷阱，等佢嚟殺太子。當佢殺咗太子之後，呢啲司馬氏諸王去討伐佢就出師有名。所以喺佢殺太子之後嘅1個月，3月殺太子，4月呢個趙王倫就領兵入洛陽，同呢個齊王一齊將呢個假后逮捕，跟住將佢毒殺。假皇后死嘅時候只係得45歲，假皇后掌權11年，其實好短嘅時間。但係成個西晉王朝都係得52年，由呢個晉武帝到後來嘅懷敏二帝、武衛、懷敏4個皇帝52年。但係賈南風呢位假皇后係令到西晉走向滅亡嘅其中一個罪人。呢個歷史已經有咁嘅定論。嗱，根據《晉書》對呢位賈南風假皇后有8個字嗰個評價，我覺得係非常之中肯嘅。呢8個字就係南風熾弱，國喪身傾。南風就係假皇后嘅名，熾弱，佢係好暴虐嘅一個人。國喪身傾，搞到個國家都亡埋，然後佢自己亦都身傾，自己都死埋。國喪身傾，其實西晉王朝呢50幾年真係乏善可陳，到最後要俾匈奴所滅，跟住晉室南渡，然後東晉王朝
展開，兩晉加埋都係得個150幾年。西晉呢50幾年，呢位賈皇后所扮演嘅角色，就係令到呢個國家走向一條滅亡之路。我哋講10個權傾天下嘅女人，呢一位都算係相對比較弱嘅一位，而且佢真係對個國家係一啲功勞都冇，只有過而冇功。所以即使我哋講女人都好啦，有好多好巴閉嘅女人，但係都要揀一個負面教材出嚟講，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個歷史嘅教訓。各位觀眾，只要答中以下嘅問題，就有機會得到由黃毓民親筆簽名嘅歷史紀浪都有10大帝王書籍。今集嘅問題係賈后係邊一位皇帝嘅皇后呢？請將答案連同個人資料寄到以下呢個地址，信封面請注明歷史幾坑都有問答遊戲，答中而又被抽中嘅得獎者，我哋會有專人通知你，快啲寄信嚟參加啦！呢個係一個古代嘅選美會，佳麗就有好多，但係評判只得一個，太子隨手一揮就點石成金，就係未來嘅皇后就誕生咗，但係亦都係災禍嘅開始，因為呢位未來皇后王政君嘅侄仔將會篡權整個皇朝。歷史幾套都有10個權傾天下的女人，下星期六晚12點半有線 A 台。究竟邊個先係最坑呢？